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受美股的影响低开，但是盘中是震荡回升12月19日，沪指收盘3370点，跌0.36%，深成指上涨0.61%，创业板上涨0.52%，两市成交量14441亿，比昨天放量836亿，但是已经连续2天在1.5万亿以下，这个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连续1周都在1.5万亿以下，那恐怕又要下一个台阶也就是说，很多金融消费者厌倦了，游资不玩了，买 ETF 的也不买了，退潮热度。先说说大盘因为昨天晚上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这个按照以往的理论大家还记得9月份胡适突然一涨，就是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这个胡适有专家说，美联储降息，那么美元就要走弱，然后咱们的中国的资产，核心资产就要涨价，所以大量的美元外资就要流入中国，所以中国的股市、楼市都要涨，是这么一个理论吧？但是昨天晚上美股暴跌，美元指数反而走强，108了，人民币继续贬值已经是7.32了。按道理美元降息，那胡适应该涨的，结果胡适也来个低开，跟跌不跟涨这个非常反常说明这个美元一降息是吧？美国一降息，咱们这边核心资产就要涨价，恐怕是站不住脚的，是自欺欺人了。不过按道理这个美元降息对吧？就是美联储一降息美元也应该走弱，但是美元反而走强，欧元、日元、卢比都在贬值，除了美元都在贬值，也就是全球资产都遭遇了黑色星期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胡适尾盘除了这个沪指没有翻红，其他几个还翻红了，尤其是北证它由下跌3个点到涨3个点，这个上下6个点，这个我认为不是说强，胡适这个走势纯粹是一种自救行为这个就是补缺口把缺口补上了，还得往下跌。大家知道吗？就是胡适里面有很多游资资金，他们都知道美国要降息，因为这个是确定的事情，年底还降一次息，无非就是25个基点还是多少个基点，所以他们在里面本来是赌美联储一降息，完了这个胡适还得来个反弹，然后他们再跑路，结果他们赌中了开头，没有赌中结尾。美联储是降息了，但是美股暴跌， A 股也是大幅低开，这个低开实际上就把很多筹码给吓出，胆小的赶紧跑，跑完之后他就拉起来，他要翻红，等到很多人一发现自己上当了，金融消费者上当了，马上明天要抄进去，等你抄进去的时候他又开始下跌就这么来来回回割韭菜。美元走强跟鲍威尔他的这个鹰派表态有关系，那他那意思明年就是美联储降息的空间有限，就大概这意思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就是你不懂美股也不要参与，美股走得很好，慢牛，但是它途中的这些回调也挺让人难受的。你比如说那个英伟达吧，还有特斯拉这几天都是暴跌英伟达昨天是跌了8%，如果你是前2天进去的，你这一下就深套，当然了未来也可能会解套很快，但是被套总是不舒服，所以我们不参与认知以外的东西，你看不明白的不参与。投资首选是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能挣一点是一点。我们再看看这个网上流传高盛的小作文，也就是高盛的研报它的标题叫全球150年债务激增的历史数据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他说了这么4点第一个，他说我们在2016年分析研究了1870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债务增长的历史数据，发现债务规模激增往往会导致随后数年经济增速放缓，通胀率走低，利率下行。中国曾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经历了债务大幅增长，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已至5%以下，通胀率降至0附近，也就是通缩本月10年期国债收益率历史上首次下破1.9%。我们在本报告中利用最新数据更新了我们8年前的分析。高盛也要改变他们的观点了。第二个他说相较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债务增长速度明显更快，除去一战期间的欧洲，唯一一个债务速与中国相近的国家就是日本，但日本债务激增之时，其收入水平是中国的3倍之多。总体而言，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叠加债务激增，使它成为了历史数据中不同寻常的存在。第三个他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在1960年至2023年期间的最新数据，我们识别出一组债务与 GDP 之比
7年时间里显著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包括荷兰、加拿大、中国、日本和西班牙。基于这些数据的分析，印证了我们此前的发现，在债务激增之后的数年时间里，这些经济体的实际 GDP 增速都有所放缓，主要受内需走弱拖累。基于经济体样本里的中位数，它们通胀率在债务激增后的5年内通常下滑1到2个百分点，政策利率下降2个百分点。最后他说，如果我们选取不同的债务衡量指标和样本选择标准，结论仍保持稳健。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规模和经济发展路径具有独特性，难以从历史数据中找到一个和中国完全可比的例子。尽管如此，我们的发现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政府仍有空间扩张资产负债表来管理经济放缓的速度，但再通胀过程可能时间较长，而且利率可能更长时间内保持下行。这个高盛的观点一个就是我们恐怕因为现在债务规模在增加呀，长期国债对吧，还有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化解都是在发债，那我们现在就是债务急剧增加。那按照高盛的观点，就是未来这利率肯定是要继续下行，也就是接近0吧，我也不敢说负利率那肯定是无限接近0，也就是你把钱放工行，那就活期恐怕就是没有利息，3年期的恐怕就是0.几，就照这水平来。那日本不是负利率吗？这个会引发很多问题，那就是你买房你就得等对吧，到时候这利率只有0.几，买房的利率恐怕就是1%、2%，按揭贷款利率也可能降到1%。那日本的按揭贷款利率就0.几，那很多人就会等我为什么急着现在买房？你说到时候你按揭贷款利率只有1%，不香吗？对吧？你贷款200万买房子，1年利息只有2万，不爽吗？对吧？你现在贷款200万，你1年利息是7万，你要是以前买的，那现在可能是8万、9万，你每个月相当于7000块钱，你工资多少你都在给银行打工。如果是按揭利率只有1%，那你贷款200万，1年只有2万块钱利息，1个月合着不到2000，你压力小得多。很多人都会算这个账，那到时候大家更不会买，就等，这叫预期嘛。那咱们经常说要把钱存工行的，你就得琢磨，你存工行已经没有利息了，所以我们就得找一些风险比较低的投资品种，比如货币基金比如美元对吧？我们控制风险，但是稍微还得有点收益，要不然你全存空，银行亏得很，就是它没有利息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是第一个就是利率的变化，实际上它会抑制买房，很多人肯定会等。那有人就说了，那我现在买了，到时候存量按揭贷款它也会往下调问题是你让它往下调，你动它的奶酪容易吗？调它也不给你调的跟那个新的那个按揭贷款的利率一样，你总会高那么一点。马上就要降息了，因为美国已经降了，我们的降息空间又出来了。过几天不降，那么1月份肯定降，基准利率要下调，不仅降息还要降准。第二个就是内需，对吧？他这个高盛认为就是通缩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在通缩别的不说咱们先不说咱们这个韭菜了，咱们就说说那有钱人。首先是上海，对吧？这餐饮行业它都在下滑，这个真不应该经济再差吃还要吃，结果北京上海的餐饮这个下滑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北京上海是不是那个宝马 5S 店，什么奥迪 4S 店都是头部统统的关门。然后你再看看11月份北京的社零数据，上海是下降14%，这俩中国最有钱的地，什么概念？这个会传导到省会城市，再从省会城市传到县城，它需要时间。你再从这个其他的产品来说保时捷是不是崩了？保时捷在中国的销量，那过去一直是呼呼上涨，奔驰、宝马，那现在都不行了。茅台、高端酒是不是在崩？一天比一天。奢侈品、劳力士表是不是都在崩？卖不动二手人家现在不收还有什么？身边你看一看，这些都是以前中产标配，对吧？中产消费这玩意儿是最多的，现在完全没有了。你就发现突然有一天，这些消费挡都挡不住，连优衣库的销量都在下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啤酒，我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就是啤酒我们最高峰是2016年或者13年，反正就那个时候是5000万吨一年产量，现在只有多少？3000万吨不到。啤酒白酒呢，好像我们最高峰是不是17年就是18年，是1000万吨白酒，现在只有600万吨。这个数字是可以查的，你就知道消费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刺激消费让韭菜赶紧去买这个买那个，就真的是肉眼可见的不行了，内需没了。当我们在讨论消费降级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不是降级了，是消费需求没了，不是降级，是没了。降级我举个例子比如白酒降级什么意思？茅台不喝了，但是我喝牛二二锅头我还喝那么你白酒的产量不会下降，大家懂吗？白酒的产量保持稳定，因为你不喝茅台，不喝五粮液，但你喝这个便宜的酒白酒还得喝那叫降级。现在是整个白酒从1000万吨到600万吨那这个就是消费
费，这400万吨是消失了没了，啤酒是2000万吨没了，对吧？各行各业的数据都有啊，自己可以去查，你就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啊。这是高盛的这个他的调研报告啊，他认为我们债务扩张之后啊，后面迎来的不是通胀，是通缩，利息继续趋向于零。当然这个是一家之言，大家供参考啊。那胡适走成这个样子，对吧？你想尽一切办法，他都很难走牛，到底为什么呢？这个我一直说啊，这就是一个基本面有问题的市场，你非要它走牛，这不是难为他吗？股市收益率极低啊，股市收益率啊，全球排名垫底，完全配得上它这10几年的走势。这10几年胡适走势也垫底啊，为什么垫底啊？因为它收益率是在全球排名就是垫底，这也没办法。有很多人一说到胡适就觉得惋惜，你看看越南、印度那个穷样，股市都涨了多少倍？咱们是第2大经济体，那么胡适一直在3000年晃荡，总觉得这不正常。实际上啊，你要就事论事，它很正常，因为你胡适的收益率在全球就是排垫底，所以它涨幅垫底很正常。但是我们总是拿第2大经济体说事，拿漂亮光鲜的，你比如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建设的多漂亮，拿这个说事，认为胡适就应该涨，这显然是搞错了。这个 A 股啊，对应的3000点啊，这个点位上下，它上市公司总数就是所有上市公司利润总额除以总市值是3.5%，这不就是总的市盈率吗？好，美国的股指啊，不停的创新高，但是人家股市收益率啊7.6%，就人家现在创这么新高，它还是我们的2倍。好，如果胡适里面把这个几大国有银行给刨掉，那还剩5000多家上市公司，这5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利润除以他们的市值，它的收益率只有2，比工行3.7存款还要低，跟美国比是3倍。这是我们在3000点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胡适到4000点，那我们的股市收益率只有1%，也就是我们到4000点之后，我们的这个市值涨了，但收益是不涨。那你跟我们4000点，我们的股指收益率是美股的1/7，人家现在多少点创新高，我们收益率还是它的1/7，所以你要这么一对比，发现咱们3000点那是合适的。前证监会主席肖钢都说了，人家说是对的，结果遭到一顿骂，吓得人家赶紧得圆回来，说真话这些金融消费者他不听，你说真话人家骂你，你说就这么个市场，3000点人家都觉得高啊，危险。现在给你提到3300点啊，现在是抖着档转着档给搞到3300点，就稳在这儿让大家高兴。实际上我们3300点，我们对应的跟美国一比，你是美国的1/4，你的收益率。所以你要这么一看的话，谁的风险高啊？你胡适的风险高啊！你别看人家创新高，人家风险比你要低啊，因为他上市公司都在赚钱，就这么简单。上市公司什么英伟达、苹果，他为股东创造多少回报啊？而我们的上市公司呢，除了欺诈发行、IPO 造假、数据造假、财务造假、过度减持，还有垃圾股满天飞，就是炒垃圾，严重扭曲胡适生命力。而监管呢也没办法，对吧？ IPO 高价发行，一上市就让散户接盘了，你不喜欢吗？对吧？上市就是200块，接吧，不接给你炒到300块让你，照样有好多金融消费者冲进去。现实的例子啊，有一家叫寒武纪的公司，据说这家公司是对标英伟达的啊。这么一家公司2023年营收7个亿，7个亿还可以吧，就是作为一般的公司啊，营收7个亿还没赚钱，结果它现在市值2700亿，在胡适里面排第39位市值。2024年年内寒武纪涨了353%，比2022年低点开始啊，它到现在已经涨了13倍，而且纳入上证50指数。一个没有业绩，一个在讲故事的，你不知道他搞什么。他对标英伟达，就是因为他对标英伟达，所以就炒上天。我记得对标英伟达的公司挺多的，还有好多都已经退市了，咱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不叫市盈率啊，这个就叫市梦率，这就是 A 股的特色。有很多人说，那这里面机构的钱怎么出来？涨这么高，谁敢接啊？不要紧，人家50进了上证指数，那些基金 ETF 那就得配置，你价格再高他都买，他一买，那原来的人不就可以退出了吗？对吧？所以后路有人给他安排好了，这样的市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还指望他走牛？这个妖股啊，垃圾股涨上天，导致这上市公司的人傻了。很多上市公司他有自知之明的啊，知道自己公司不行，苟延残喘，但是突然发现自己公司连着10几个涨停，按都按不下去，发公告也没用，只好怎么办呢？只好减持啊，对吧？你们这么喜欢，那我把卖给你们。所以你看啊，这个新浪证券啊，叫券商中国报道啊，说多只妖股被精准减持，妖股大千生态公告第2大股东大幅减持。最近啊，这些妖股减持的特别多，就是涨到人家上市公司自己整不明白，糊涂了。我这公司这么值钱吗？啊，既然这么好，你们这么喜欢，我卖给你。哎，大股东就开始减持，有的是高管，对吧？有的是二股东，反正得减持。天赐良机啊，这么好的价格，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啊，风水轮流转，今天居然到我家了，他能不减持？这么好的价格，11月份日出东方，20个交易日获得15个涨停。这家公司干
干啥的呢？鬼知道啊。总之涨了4倍。好，公司副总经理通过集中交易，就是集中竞价交易啊，进行违规减持，就是挤呀，这么好的价格再不减持来不及啊，就是违规他也要减持。你看看，按理来说这公司要值这个钱，大股东是不会减持，高管也不会减持，他要捂一辈子，他要做这个长期资本、耐心资本，那为什么急着减持？所以这些游资啊，他不愿意到那个机构中参股给人抬轿子，他找的这些垃圾股，但是防不胜防啊，他防不住这些大股东、二股东啊，对吧？你再拉我就抛给你，这人家大股东不要了，公司让给你。哎，这样的市场为什么老有人想着他怎么走牛，还走了14000点？这都是正常人吗？就这么忽悠金融消费者？今天这个新湖财经啊的报道，他说30%后因父母鼓励而炒股，00后和95后更容易受社会风潮和博主的影响而开始炒股，说自己的平庸固然可怕，网友的成功更令人心寒。每当网友晒出炒股赚钱的帖子，评论区总有跟风入场的身影，一些股市小白甚至直接抄网友作业，不做任何考察，谁买的股票赚钱了就认谁当老师，认准了老师就开始跟投。华创证券10月27日发布的研报显示，这一轮 A 股热潮中，社交媒体加快了股市信息的传播速度，也放大了情绪的传染效应，甚至一定程度上塑造了 A 股的市场预期。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近30%00后因父母鼓励而炒股，除家庭的影响，他们站在老股民的肩头进入 A 股试炼。你看看，竟有这么的自媒体还有媒体宣传忽悠这些00后进场，这是怕新韭菜不够啊，怕韭菜断档。不过这个为认知付费这是应该的啊，没有什么例外，对吧？既然你想去赌，那你记得交学费。你父母交够了还不行，这个孩子还得跟上，接着交。多了不说啊，胡适连跌3天，这个9月份入场的这些人新股民没有一个赚钱。这些00后啊也够惨的啊，不仅父母忽悠他，这些自媒体忽悠他，冲进胡适接盘去交学费，还有老登啊命令他生孩子。这个最近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这个人大什么重阳什么研究院吧，搞了一个讲座啊，就请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嘛，就是总统顾问，有一个老登专家举手向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提问，说哈萨克斯坦是怎么让这些女大学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的，吓得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顾问支支吾吾赶紧解释，我们可没有逼他生孩子，我们是条件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好像哈萨克斯坦这个官网这2天又刊登了一篇长文，就是介绍哈萨克斯坦如何保障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我们可真的没有逼迫啊生孩子，我们人口出生率高，不是我们忽悠，不是我们让大学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是他们心甘情愿愿意生。这个从此啊，人大啊一下在这个时政或者叫智囊圈子里面一下恢复了自己应该有的地位。现在是北人大南复旦双雄并起，曾经一度啊是复旦声音非常大，人大好像声音比较小，因为人大只有一个金灿荣老师显得势单力薄，完了人大还有好多反贼呢，所以人大这个旗子举得不够高。本来人大是阵地啊，是高地啊，这个大家知道的，人大本来是高地啊，后来因为人大啊这只有一个金老师啊，后来出来一个王文，但是力量还是不够，所以复旦一下就抢占了先机啊，占了上风。复旦有韦伟老师，还有什么沈教授，多了这些国政国关专业的大拿，现在是南北双雄并起，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挺俄反美西方，对吧？这些网友称之为野生国师啊，整天鼓吹的就是美要完蛋了，美国要跌入悬崖，民主很糟糕，欧洲城市脏乱旧，中国人有底气批评欧洲的人权，美国有5样没有，美国现在很慌，欧洲有10%的人吃不上饭，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对吧？至于清场是遥遥领先，那就更不用说了。我看啊，未来啊，在这个国际关系专业这一块，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就像这个爱国赛道啊内卷加剧一样。那迟早啊，这个金老师啊，什么王文啊，要跟这个复旦的韦伟老师，还什么沈老师啊，要刺刀见虎，要决一个高低啊。因为这个赛道太卷。哎，说到这些人，你不能不提一下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最近为这个洗地啊，他为他的老同事啊王文疯狂的洗地，这本着能救一个是一个的这个态度，说这个啊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生孩子。哎，这个不是王文的意思，王文只是个主持人，主持人就相当于裁判呢。何况王文接过话筒，立马就问哈萨克斯坦总统顾问：“你有几个孩子？”胡锡进老师昨天发了个微博，
他说啊，叙利亚变天，受冲击最大的是伊朗，而非俄罗斯。你看到现在还在为俄爹说话呢，给俄爹洗地，给俄爹啊遮羞啊。这俄爹都已经央视报道了，俄爹要从叙利亚几个基地撤走了，现在都在打包啊，提桶准备跑路，等着飞机轮船过来接走。就这个，胡锦老师还说啊，受冲击最大的是伊朗，而非俄罗斯。说俄的回旋空间大，这睁着眼睛说瞎话。叙利亚是俄罗斯进入地中海，突破所谓的包围圈啊，然后跳向非洲。叙利亚是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踏板，居然到了胡锦这儿说俄罗斯没有损失啊，受冲击不是最大。那普京在那儿搞10几年干啥？是学雷锋是吗？做贡献是吗？几千亿美金砸下去啊，现在化为乌有。他说俄罗斯影响不大，最大的是伊朗。为什么呢？他说啊，伊朗最大的战略资产抵抗之湖被冲垮了。你要穿透下去，这个抵抗之湖表面上看啊，它是伊朗的战略资产，但是你要穿透下去，实际控制人是谁啊？咱们说上市公司也不要光看表面股东啊，大股东谁，二股东谁，你要看它实际控制人是谁。那抵抗之湖实际控制人谁啊？那还是俄罗斯啊。所以你看这个胡锦老师在国际关系上分析，那简直是立场先行啊。他说不时有人预言阿萨德倒台并非中东这场大震荡的句号，以色列杀红了眼，且风头正劲，伊朗面临地区和国内2个方向的挑战。西媒甚至渲染伊朗处于现代史上最危险的时刻。这么一说，好像俄罗斯不是最危险时刻一样，俄罗斯面临着崩溃，恐怕比伊朗更严重啊。伊朗好歹没打仗啊，人家就是国内问题还有外交问题，人家可以谈，不行投降，不行契合，人家有可选的余地。俄爹呢，现在被套住脖子，无法自拔了。胡锦老师整篇啊特别长，都在分析伊朗可能要完蛋，咱就不念了。去年啊，美化鼓吹伊朗，鼓吹哈马斯，鼓吹胡塞抵抗之湖，不就是胡锡进老师吗？哎，这才多长时间呢？现在又说唱空啊，伊朗唱空这个神棍政权，说伊朗不行了，好像伊朗不行了，俄罗斯就行了，他们是跷跷板关系。我能想象得到啊，等俄罗斯崩溃的那一天，胡锡进老师照样写评论，就像评论伊朗崩溃一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